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魔法之旅。从前，在一个充满欢笑的小镇上，住着一位名叫小乐的魔法师。小乐有着一顶闪亮的帽子和一件披风，他总是用魔术让镇上的小朋友们惊喜连连。他会让兔子从帽子里跳出来，让花朵在空中绽放，甚至让糖果从天而降。小朋友们总是围绕着他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期待着每一次的魔术表演。但是有一天，小乐突然觉得，真正的魔法不应该只是让人惊讶的戏法，而是应该让人感受到生活中的美好。他心想，为什么我要用魔术让人们惊叹呢？这个世界本来就充满了魔法，只是大家忘记了去发现它。于是，小乐决定举办一场特别的比赛。他走遍小镇的每一个角落，告诉大家，我将奖励每一位向我展示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人，而对于展示最美丽事物的人，我将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。镇上的小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后，都兴奋极了。他们开始四处寻找自己认为最美丽的事物，并邀请小乐来欣赏。小明带着小乐来到公园，指着天空中飞翔的风筝说：“你看，风筝在天空中自由飞翔，多美呀！它像一只彩色的大鸟，带着我们的梦想飞向远方。”小乐微笑着点点头，然后轻轻挥动他的魔法棒，风筝后面竟然出现了一串闪闪发光的小星星，像是为风筝点缀了一条璀璨的尾巴。小丽则带小乐来到他家的后院，那里有一棵他亲手种下的小树，这是我和爸爸一起种的。看着它一天天长大，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象。小丽说。小乐感动地摸了摸小树，突然树上开满了五彩缤纷的花朵，散发出迷人的香气。小丽惊喜地跳了起来，抱着小树笑得合不拢嘴。接着，小乐被小杰带到了他的家。小杰兴奋地跑进房间，从书架上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本旧书，书的封面已经有些磨损，边角也微微卷起，但小杰却像捧着宝贝一样，轻轻地抚摸着它。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故事书，小杰说，眼中闪着光芒。爷爷以前常常念这本书给我听，每次翻开它，我都能想起他的声音，感受到他的爱。小乐看着这本旧书，感受到小杰对爷爷深深的思念。他轻轻地翻开书页，突然
书中的插图变得栩栩如生，故事里的人物竟然一个个从书页中跳了出来。勇敢的骑士，美丽的公主，聪明的狐狸，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，声音温柔又生动。小杰看得入迷，仿佛爷爷就在他身边，陪他一起阅读。他闭上眼睛，听着故事里的声音，嘴角扬起了幸福的微笑。小乐轻轻拍了拍小杰的肩膀，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这本书不仅是爷爷留给你的礼物，更是他对你的爱。每一页都藏着他的声音和回忆，这才是真正的魔法。”小杰点点头，紧紧抱着书，眼中闪着泪光。谢谢你，小乐，我现在明白了，爷爷的爱一直都在，只要我打开这本书，就能感受到。最后，小美邀请小乐来到她家。小美有些害羞地拿出一个破旧的娃娃。这是我最好的朋友，虽然他已经很旧了，但每次我抱着他，就感觉很温暖。小美说。小乐看着这个娃娃，眼中闪过一丝感动。他轻轻地挥动魔法棒，娃娃竟然变得焕然一新，而且还能和小美说话了。娃娃用温柔的声音说：“谢谢你一直陪伴我，小美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小乐对小美说：“你知道吗？真正的美丽不在于外表，而在于我们心中的感受。你展示给我的是最珍贵的美丽。”当小乐离开小美家时，她跳了一段特别的魔术舞蹈，整个小屋周围瞬间开满了永不凋谢的神奇花朵，散发出温暖的光芒。这些花朵不仅美丽，还能随着风轻轻摇摆，发出悦耳的音乐声，仿佛在为小美的友谊唱歌呢。小乐继续她的旅程，走遍了更多的地方，提醒每一个人，生活中的魔法无处不在，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，就能发现那些隐藏在日常中的美好和奇迹。他来到农田，看到金黄的稻穗在风中摇曳。他来到海边，看到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。他来到森林，听到鸟儿在树梢上歌唱。每一次，他都会用他的魔法棒，为这些美丽的景象增添一点点魔法，让人们更加珍惜这些美好的瞬间。小乐的旅程永远不会结束，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美好的事物等待着被发现。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像他一样，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魔法，并将这份美好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从此以后，小镇上的小朋友们不再只是期待小乐的魔术表演，而是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去发现生活中的美丽。他们明白了，真正的魔法不在于魔法棒，而在于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他人的关心。亲爱的大家，
只要我们愿意用心去感受，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可以是充满魔法的奇迹。无论是风筝在天空飞翔，还是小树在后院成长，还是破旧的娃娃，甚至是爷爷留下的故事书，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藏。让我们一起像小乐一样，去发现并珍惜这些美好的瞬间吧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